搞齊8分鐘。2分。射佢。穩陣啦，肥。啊！咁都穩陣。係幫手support。哇！咩事？乾淨利落。喂個3打2。係。裝我間啊！哇！一係冇波，一係差。係。企得穩嘅都。對面企得穩㗎。係咁咪死啦！我覺得係一係冇波，輸係輸。冧低通常都差到嘅。我咪通常 charge 即係計唔計都係睇冧低嘅啫。咪所以冇波咯。咪佢冧低咗啊嘛，所以大機會。關事㗎。有陣時冧低啲人會覺得你冇企穩就當你係差勁。試過好多次咯。係。點解要1打4咧？因為邊？唔係啊，因為加名咯。兩條都係入。你要攞翻球權 ，as long as。好波，哎呀！喺個防守面前，先嚟出手。打氣啊！都未見。哇！大好位，係。佢就係因為睇佢先快㗎嘛，成日都唔想收啊，跟住又變係俾人零埋。笠咗佢，哎呀！咩喎3秒。哇，係！竟然寫得咁瀟灑。蘇華反換，所以咁瀟灑。3分。哇！return。counter 你個 counter。都係翻舊嘅問題。係啊，係進攻嘅球員嘅內線都唔係好攞。企到打咯，成日都企
路過咯。Matthew 都有同邊講唔好 K 度打波，兩個都高啊！即係要喐多少少。玩埋都應該差唔多。嚟到。哇！走晒，白色波。2分鐘。10秒進攻，3分。漏咗波啊！漏咗。喂，竟然以為你唔嚟添，以為你俾我嘅有喺齊攞，10秒進攻。做幾耐？50秒，50秒。哇，係穩啊！好波，啱啊！哇！30秒。做到啦，做終於夾到。10秒進攻。5、4、3，繼續啊！繼續啊！繼續啊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小心啊！哇！完場。換晒。